喺還呢本書之前，你仲有乜嘢說話想講？曾經有一本好精彩嘅書擺喺我面前，但係我冇去珍惜，到要還嘅時候先至後悔莫及。塵世間最痛苦莫過於此。如果個天可以俾機會我返轉頭嘅話，我會同媽媽講我要續借。如果係都要加上一個期限，我希望係1萬年。